恭喜上帝话圣经帖撒罗尼迦5章1到18节，我们一起念。兄弟啊，如到时期，免写批互恁，因为恁家己上细知，主的日到，亲像贼透面来，咱就得讲平安稳当的时，灾祸忽然到地因，亲像是假艰苦的伫负天的妇人人一样，因遐个人袂走离。若是兄弟啊，恁毋是伫暗的中间，你到迄日亲像贼来捉着恁，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日时的人，咱毋是上伫迷失的，也毋是黑暗的，所以咱毋通亲像醉的人伫困，要谨慎即者，因为困的人是迷失困。受罪的人是迷失罪，若是上第日时的即者，全心甲仁爱做好心者，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因为上主毋是拄着受气，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伊替咱死，互咱也是醒。也是困，跟咱同活，所以着常安慰，大家相坚的执行，照恁所得做的。兄弟啊，愿求恁，既若伫恁中间着我，踮伫主伫离恁，警戒恁的，恁着捌伊，为着因所做的工。恁着伫仁爱大大亲近伊，恁大家着和睦。兄弟啊，愿肯警戒遐个无法度的，安慰遐个理智的，扶持遐个软弱的，着宽容款待众人，着毋只用不败，也是大家相款待。也是款待众人，着常常对你迄个好，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踮伫基督耶稣有恁的旨意。愿上帝祝福听他话来行的人。今天牧师要证道的是。一直伫做的好事。贵后堡教会众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甲咱参加主持的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咱大家相加伫地。今仔日要正道的题目，甲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封批信的上后面。今仔日的讲道呢？特别对着几项代志，就是第一，写这封批是的背景是啥？是写予啥人？这个所在特色是啥？过来是要解说这段经文内面有两个所在较好来翻译，这两个好翻译的所在是安怎来理解？今仔日的讲道会针对这几点。在先呢，咱来想帖撒罗尼迦伫倒落。这个批信是写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城市是倒落，这个教会面对的是啥？是写互倒落的教会，这个教会徛起伫倒，写互啥物款的人？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是一个足大的一个城，甲搭遥远是希腊这个国家第2大的城，这帖撒罗尼迦这个城的名。伊其实是足早就设立啊，伊是马其顿即个所在足大一个城市，伫耶稣出世进前几啊百冬的时设立的时，伊是用菲力国王菲力的查某囝的名
来设立的，来纪念伊。啊，即个腓力后来传位互伊的囝，伊的囝就足有名，叫做亚历山大。所以呢，即个城市是用亚历山大的姊妹仔来做名来纪念的。啊，这是罗马时代，伫罗马时代，马其顿即个所在，即个省的即个首都啊。所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足大的城市，是一个足重要的城市。伊为虾米重要？因为伊伫罗马帝国的时代，一直到落尾手几啊千年的时间，伊是伫足重要的一个位置。伊是伫罗马帝国内面上重要的几啊个贸易的路线。有一条足重要的是即个叫做 Via Egnatia。我用一个地图，大家看。即条路线呢，就是为意大利一直到后来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就是即马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即个所在的中间。伊若是迄个时的做生意人，若是要运送物件，甲为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一路到，这是意大利迄个马靴的后跟大家安尼看这行即个陆地的即个地上的路线，就是穿过即马的巴尔干半岛。啊，帖撒罗尼迦我特别用一个箭头甲指出来，大家会发现伊差不多拄好伫倒咧中的所在。所以伊是足重要的一个所在伊是即条贸易的路线，可能后来伫即个罗马帝国的千年的时间内面，上重要的贸易路线其中一个啦。伊是伫即条贸易路线中，上中的所在，所以伊的重要性，而且伊伫一个海角边，这里是爱琴海的一个海湾，所以呢。伊嘛有一个海港安尼，但伊的重要性，毋若是海港，上重要是伊是即个陆地上的即个贸易路线的中间，所以伊是一个足繁盛，足繁荣的一个城市，一个都市。而且呢，我要强调的是，伊甲即个新约的批信内面所注明的所写批互即个教会伊算是一个较新的都市。伊比菲律宾是乌大维甲安东尼相战的时才后来才设立的伊甲菲律宾无共，菲律宾是一个较新的都市，伊甲哥林多嘛无共伊是伫陆地的贸易路线，哥林多是因为伊遐是一个海峡咱像即有某咪国家甲把迄个海峡掠掉啦就后来才兴起的一个都市伊即个商业地位其实是足古早前就有足古早前就有。我无需要讲遮济，要讲这是今仔日啦今仔日咱看遥远是一个足水的一个都市啦会当我即个山呢远远佫会当看到即个希腊上出名的迄座山叫做啥？奥林帕斯山伫远远来看遮 Olympus。这是即马的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呢是一直到即个最近的即100冬拢遥远是足重要的一个都市是伫最近的这500冬来呢，伊是伫16世纪到20世纪是属即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总是呢，伊可能上出名的一个伫遮出生的人，就是即个人啦叫 Mustafa Kemal。凯末尔各中的历史课本就会读到即个人伊就是即马土耳其互人叫做土耳其的国父，伊就是遮个人。你即马会问讲，牧师帖撒罗尼迦，你毋是讲伫马其顿吗？你毋是讲即个是马其顿的大的都市吗？哪会你讲土耳其人这就是即个原因伊就是过去这500冬伫过去这20世纪前500冬是属即个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这凯末尔爸爸嘛是一个军人，嘛是军官就伫遐就徛起伊伫遐出世，伊就是帖撒罗尼迦家的人可能是即马上出名的帖撒罗尼迦出身的人啦。伊即马恁若去帖撒罗尼迦去参观伊出世的迄栋老厝佫伫咧是博物馆安尼
伊徛起，伊是足古早前就有诶都市，所以嘛是无益足昌盛诶都市，所以是啥？各族群诶人拢来做生意。伊足特殊诶，就是伊是犹太人诶社群，足大诶。伫耶稣出世进前，就侪犹太人住伫遮，住伫遐。而且伊特殊是，我拄则讲吼，伊后来嘛是一个足大诶都市。一直到20世纪中期进前有500冬诶时间，伊是全欧洲唯一一个犹太人是上大诶族群诶都市。你讲即马柏林啊吼，倒位啊吼，阿姆斯特丹拢足侪犹太人啊吼，无伫即个规个都市内，我即马讲诶是即个城市内面即个犹太人是占大多数诶族群。就是帖撒罗尼迦，全欧洲就是即个帖撒罗尼迦。这是啥物意思呢？你看，到最近吼，对16世纪吼，一直到20世纪有500冬的时间，伊是犹太人的社群上主体的都市。对初代教会来讲，伊所面对的是一个足大的犹太人的团体啦。一直到最近500冬，伊犹太人遥远遮济，安尼伫2000年前的是犹太人，是毋是一个足大的团体嘛？吼，我要讲的是安尼。所以对即间教会来讲，因设立的是伊所面对的是对家己同胞来的犹太人团体的压力，所以因的处境是甲一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较像。迄个压迫，伊个压迫的来源，毋是罗马人。毋是外邦人，是家己犹太人来压迫。所以咱读头前，咱若是有好照咧圣安讲的即个进度安尼咧读，所以安尼咱就会知影。保罗一直甲伊鼓励，一直甲伊勉励，迄个背景是啥？是即间教会所面对的迄个压力，是一个多元族群的一个社会内面，总是遮个信徒所面对的是。为家己的同胞来的压迫，是安尼的背景。好，所以一开始呢，今仔日经文一开始咧讲，主的日子要来啊！这毋免写批啦，你心内一定会想，我就会想啦，毋免写批，这封批是啥？伊讲这代志毋免写批啦，这意思是讲，我毋免阁轮着这主的日子来，我阁另外写一封批啦。大家拢已经知影啦，即个日子就是亲像生囝的艰苦，家己有信任的妇人人，生囝的艰苦，大家爱知。所以呢，伊用即个譬喻啦，有怀孕的、有信任的妇人人要生囝这件代志安怎？有3个特色，第一是汹涌来，突然嘛，未知毋知啥物时阵来你讲这个有预产期有预产期嘛去看产妇人科的医师有开一个预产期，大概什么时阵对，大概什么时阵总是毋知影倒一天嘛咱即马用剖腹产咱莫讲啦咧自然生产安尼咱大家甲单咱医学的即个界线是有的无一个医生敢甲你保证讲来4月15下晡时3点无法度，总是你知即件代志会临到，是无？生囝即件代志囡仔出来即件代志，你会期待嘛？咱会知嘛？但是确定的时间毋知。第二个特色是啥？痛苦，真艰苦。咱查甫人毋知我听过阮爸一个朋友咧譬喻啦，伊迄个肾结石听甲安尼半暝起来，伊个医师就甲讲你这着一块石头安尼要剪过安尼你感觉足疼？恁某生囝嘛差不多伊讲哟。咱查甫人若是这无法度体会的想象一下，迄个痛苦艰苦。迄个日子到会足痛苦、足艰苦，总是第3个特色，就是即件代志所代表的意义，
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什么叫做新的生活？我做老爸，较慢做老爸，我有知。因为新的生活嘛，囡仔来啊，每天把屎把尿，拢困无好势。新的生活的开始，有这几样的特色。但是这是一个譬如，伊是咧，互咱会当了解讲，当主的时到，末日的时，主的时到，所以咱伫世间咧活的时。咱是知影讲会有主的时到，迄个时到的时会安怎？总是确定的日子，咱毋知。总是即件代志会发生无知，会发生无知。这就敢若我真讲一个譬如啊，咱伫台湾，咱袂用讲，咱永远袂拄着风台啊，袂拄着停电啊，袂拄着停水啊，袂拄着地动啊。会发生啊！什么时阵会地动？咱毋知。什么时阵会风台？你讲看中央气象署即摆叫毋是局啊，是署中央气象署最近的天气预报，大家敢袂感觉怪怪奇怪，昨个20%遥远阮新店嘛咧落雨这气象预报无100%的啦，20%降雨区20%就拄着20%，伊无讲毋对就20%就拄着我要讲的是啥？所以咱平常时间有做一寡准备，地动来，若是停水咧，咱要安怎？咱有一个应对无？毋是讲即摆就停水停电若停水停电的时，咱要安怎应对？变数要安怎？有咧想无？有咧做准备无？好，这就是经文咧讲的。因为安尼，所以咱咧读即个经文时要注意这个对象是有转换的有改变的第3节，人当咧讲平安运动的时，灾祸忽然到伫因迄个时这个灾祸忽然到伫因，这是因但是后面第4节、第5节，煞变做咧讲啥人？恁无共注意无共伊讲灾祸忽然到伫因搁来第4节咧讲的对象是无共的若是兄弟啊，恁毋是伫暗中间抵到迄日，亲像贼来入着恁。头前咧讲的是亲像贼来，毋知影确定的时。我拄则讲的譬如是亲像地动来，咱毋知影确定的时。总是伫第4节、第5节，伊对伫教会内面的信徒所讲的啦。第3节是对伫外围人无迷信的啦，迷信的。第3节是讲这个艰苦灾祸忽然就来啦。第4节、第5节咧讲的对象变做对伫共款有信仰的人兄弟啊，恁毋是伫暗中间啦，因为恁啊是光明的人啦。伊毋若是讲是伫光明内面咧讲的是已经有信仰啊，有信仰结果会安怎？就会安怎？主的日子，咱既然毋知，但是咱其实嘛知，因为咱知影伊会到，即件代志会发生，所以咱爱安怎？警醒会安怎？爱准备嘛。我阁用即个譬如，即摆有即个物件正平，即张图大家看会出来是啥？做过妈妈的即摆这较少年的妈妈就知，这叫做待产包整理啊。有新的事这个结果要生产啦哇，有产兆了哇，那个腹肚按足规律的哇，敲电话救护车，这进前咱做翁婿要备办好这个物准备寒咧就会当去病院嘛，爱先准备好势嘛，咱嘛相像啦，即摆保罗咧讲的嘛相像啦，咱即摆虽然毋知影迄日是什么时阵，但是咱知影会有迄日，所以咱就爱准备好势。那准备好势，就迄个灾祸，就毋是安尼雄安尼来的迄种手足无措嘛。所以伊才第3节讲的是因，即摆第4节、第5节讲恁无共，什么倒落无共，有信仰，而且安怎知影警醒，知影准备。兄弟姊妹，这是偌好的一个提醒啊！
咱活伫遮吼啊，真快乐，真欢喜吼。啊，有诶基督徒活甲敢若袂死呢？在座倒一个人会当讲我袂死，莫讲即种亵渎诶话啊！但是奇怪呢，有诶人咧活诶时啊，咧过诶生活是用即种态度咧过生活。我即马咧讲诶，毋若是死亡即项代志尔，嘛是主诶日子，即咱心内爱警醒，爱有准备。所拍算诶，就会无共啊！知影我毋管我即马几岁，有一天我会过，我会无伫咧啊，不在伫遮我20岁诶时，有一遍甲阮老爸老母即马想来是淡薄仔不好了。我咧讲啊！春饭我礼拜煞出去就互迄个拖拉机弄落就死啊！就上帝甲我接转去啊！阮老爸我是啦，但是咱袂安尼讲啦吼。因为迄时我一个同学考着师大音乐系，足优秀诶，足好诶书记。就是发生啥个，我一边暑假转去。阮老母讲，我要去参加伊诶告别式。我讲哈，伊讲伊转来台中实习，结果桥倒摆，互拖拉机迄个沙石车链啊勾着伊迄棍啊，互链啊勾着，拖拉机毋知嘛，拖200公尺，就过身啊。我知影即样代志，我足感慨。结果我讲出来是安尼，我讲这有一天咱拢会死。春饭我今仔会出去嘛，车弄死接去嘛，毋知。结果我是啦，咱有一天拢会过去啦。天顶这三件，总是咱在世诶时做好准备。对咱身躯边诶人，对家己做好准备。预先预备好待产包这就是咱应当爱做诶，警醒。节制，袂用咧过甲敢若拢袂死一直安尼放荡，这就是保罗咧讲。过来，咱来看后壁面讲，即个无法度的是啥？无法度的是啥？讲兄弟啊即马咱应当爱做啥？所以就开始讲，兄弟啊，阮看恁着境界遐个无法度的，安慰遐个弱智的，扶持遐个软弱的，用宽待众人啦。无法度的奇怪我以前读过拢讲无法度的，为什么都无法度，咱就爱当较帮赞嘛，对无？就讲无法度，无法度是啥物意思我咧读过拢无加想长句安尼。毋免见着因为我以前嘛是安尼啦，我就安尼读过有一寡giáo義都毋敢讲我即摆来甲大家解说，因为这是一个足恶翻译的字啦。暂停一下，因为我嘛互人劝解过讲伫讲台莫讲伤济原文啦，你要翻译的啥非常听无啊。但是我会甲大家坦白讲，咱即个圣经是翻译来的，若翻译来有一寡字就是无法度，无就是足恶翻译的。咱台语嘛是有足济呢，足恶翻译的呢。我以前某回迄个老牧师讲过一个例，我就甲大家分享伊讲以前迄个艺术工会理事长伫阮和平咧聚会，伊有一个孙在美国。还未10岁，总是会晓讲台语，当然英语是伊的母语嘛就英语甲台语安尼。因兜住中孝东路啦，关于即个有几个甲翻译拢有关系，趣味，甲大家分享。少年人就趣味，嘛伫阳台安尼咧看以前的事中孝东有足济迄个白班的计程车，计程车属于就伫楼骹伫遐就食薰啦，就开讲安尼伊就伫遐咧听，因为听有台语听有台语听，有诶时阿公从诊所回来下诊了，就食暗顿，食一天呢，食即个孙问讲，
阿公，有一个字我听无，啥？什么是林爸？他说，林爸是我的意思，爱，我。安尼我了解啊，就继续食饭，食，顺讲。阿嬷恁爸要我帮恁爸听一碗饭，这就叫恶翻译的无要安怎翻译？咱就是有一寡字是无法度翻译啊。我讲估计个，大家就会较会了解啦吼。就恶翻译嘛吼，无你要翻译讲 your father 呢？这无法度直接安尼翻译嘛吼。伊若讲安尼讲，敢若嘛无毋对啊，就是我嘛吼。但是伊安尼讲出来就毋对啊，吼，那会当对阿嬷安尼自我称呼嘛，对无吼？有诶代志吼是无法度翻译诶啦，吼。伫遮即个原因是因为伊即个字啊，伊即个字就是恶翻译啊。咱来看好啊本是讲无守规矩诶人，无守规矩诶人，无守规矩。伊即个无法度，即个法度。法度啊，是即个法律啦，度量啦，即个度量衡啦，即个无法度。但是原文即个字是啥物意思？原文即个字啊，原文即个字 adactos， 这足困难的。这其中一个困难是伊即个字伫全圣经内面就出现2个所在尔，拢伫帖撒罗尼迦回信内面。即声好啊，要参考嘛，不知爱安怎参考哦。这毋若是咱即个法语的圣经恶翻译啦吼，英文重要的规个版本我去查出来吼，嘛有无共款的翻译啦。别克的圣经就是咱个台语和日本翻无法度的啦，好啊，本翻不守规矩啦吼。英语KJV 翻 unruly 这是较我迄个无守规矩安尼啦吼。迄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是 idle 吼。美国标准版 disorderly， NIV 即马足侪人咧翻译是 idle， 就是营无代志。奇怪，那会是营甲无法度，这是啥物意思啦？即个原因是安尼，是咱先来看，这是伫另外一个所在，所以翻译的时就参考另外一个所在。这个字我讲伫帖撒罗尼迦回信内面出现2遍，后壁面就出现伫帖撒罗尼迦后下卷的第3章11到12节，伊个境界这内面所咧讲的用同一个字。伊讲阮安尼讲啊，因为阮听到恁中间有人并断毋做工啦。只有爱杀人的婴仔事，即款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甲伊警告，命令因着安分做工，家己讨赚，安分做工，自食其力。那翻译的时候会参考嘛？所以他前面在讲爱境界加这个 adactos 的人，后壁面咧讲爱嘛是爱甲境界即款人即号人较有可能是啥？咱知影初代教会是做伙生活，会有煮食嘛，爱餐嘛，每一顿拢做伙煮哦，做伙食哦，原本伫圣经以外，即个字 adactos 咧用的，特别是用伫军队内面，无照军阶来做代志，所以呢，有可能伊用即个字的意思是讲，就无咧排队嘛。大家做伙来做代志无咧排队嘛，可能摕1份，家己有够以外，佫趁食佫摕1份，也是讲像遮咧讲的伫帖撒罗尼迦后书内面会说明，就是有人无想要做工啊，就只想要伫遐翘脚捻喙手等食饭啊。所以因的见解就是讲即号人袂使安尼伫后书内面就讲较明白讲。若是有人贫惰啦，无要做工，即号人伫咱的即个信仰团体内面，只想要食饭，无想要做工，无想要出力即号人咱会甲境界。所以咱来看较新的翻译本内面，就直接翻译，譬如讲
伫英语上是用 New Living Version 内面，伊就是用 lazy 变大啦。现代台语译本甲现代中文译本嘛用这个意思，就直接甲翻译，就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个意义来甲翻译做变大。嘿，所以咱对这个理解，讲无法度无法度的人，咱就爱甲帮助。迄个理解，迄个意义，伫遮咧讲无法度的迄个，因为巴克勒圣经是100几当前的一个翻译本。即个意义，咱安尼，伊咧用无法度，毋是毋对哦。伊可能迄个时阵真正是，因为我拄则讲，即个字伫其他的希腊文的文献内面，早期的文献咧讲的是军队内面无照规矩，所以伊迄个法度是法律啊、法规啊，无照规矩来啦。吼，和合本嘛是100几当前翻译，所以伊会安尼翻译嘛。嘿，但是即马咱参考吼，要较好理解，就是遮个人变动。境界变大啦，过来，伫遮呢，伫罗马书伊讲，咱来安慰遐个累字的、扶持遐个软弱的，用宽容款待众人啦。即个安慰甲扶持，我感觉真正是一个真特殊的用法，因为这嘛是伫汉文内面较好翻译的一个概念。因为伊即两个字，我有用色甲标出来吼，即个安慰哈 ，paramoutheste， 甲即个扶持啊 ，antikeste， 伊即两个字用的特殊的时态是足特殊的，汉文甲英文拢无的，伊用一个特殊的时态，我就伫遮无要讲遮个原文讲伤济，因为伊即个时态足特殊的是啥？伊是 deponent， 伊的意义是关身，什么意思？就是即件代志，毋是我即个动作，毋是我做尔，是我做嘛会影响到我。哎呦，什么意思？这伫咱的汉文内面无啊。我讲我安慰，就是我去安慰人啊。伊即个意思就是，即马搭咱来安慰遐个累字的，扶持遐个软弱的，咱嘛会得到安慰，咱嘛会得到扶持。啊，兄弟姊妹，这是偌大的一个福音啊，偌大的一个鼓励呢。我最近去探访，我其实我是会晓啥，我是会当开药啊，互人呢，袂晓啊。啊，我去探访，我负责啥？开喙食会友炸来的，阿满子炸去的干妈面，我伫遐食，听人讲话安尼，嘿，啊。互我探访的人，我嘛要得去甲祈祷一下吼。有诶时伊甲我回应的这吼，伊讲足感谢，足感谢我足感动啊，我足受鼓励啥。奇怪呢，迄吼，毋是咧讲客，咧甲我客气咧安尼吼，这讲客套话呢吼。秀才这我去阿东去看伊两遍，有一遍哇，伊甲我分享，伊摕伊迄个现甲暖的圣经讲，最近用这啊，阮查某囝也切伫这，我都用听的吼，有诶时阵倒咧吼，骹呢骹正起来无好安尼起床吼，我就安尼摕咧用听安尼。我足得着鼓励呢，听着讲，咱的这个姊妹吼，骹长去粉碎性骨折，结果伊倒伫面床顶，伊佫摕一卷圣经，伊足骨力要读圣经的呢，我嘛受着鼓励啊，我嘛受着鼓励啊，就是即种意义啊。我咧想的是，譬如讲今仔日啊，今仔日是咱巴长老伫咱后埔教会，伊要转去故乡前最后一遍聚会啊，我嘛足感动的呢，因一家伙。伫咱后埔教会服侍，坐出偌济人来服侍，献伟、献强、心意、献杰，后一顿的聚会，结果伊拄则会祈祷讲啥？伊甲咱祝福呢，祝福咱后埔教会，而且伊请互咱啥？阮一家伙人，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亲戚，感谢。我毋知各位啊，我是足互鼓励啊，我是足感动的啊。伊安尼服侍咱啊，
因规家伙甲咱服侍呢，服侍咱啊，但是因看咱做一家伙人。啊，咱互伊安尼讲，咱互伊安尼安慰，伊感觉讲咱做伊的一家伙人，哦，啊，咱感受到伊甲咱当做一家伙人，咱嘛得到安慰啊。这就是互相的啊，这就是这个动词的真正深刻的意义，互相的啊。得到扶助，得到扶持，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伫圣神的内面，咱行会出来，咱有法度。啊，那安尼做的时，伫面对上帝的时，面对会到的迄日，咱继续警醒。迄个警醒，毋是每一工足紧张的安尼过日子，是过一个节制的生活，是过一个无放荡的生活，是过一个会当去安慰身躯边的人，勉励身躯边的人，扶持身躯边的人的生活。那安尼过的时，咱嘛会得到安慰，咱嘛会得到扶持。今仔日等下要唱回应的诗歌，咱大家嘛会想讲，这毋是受难以前咧受难日咧唱的迄个诗歌，咱受难礼拜的时嘛唱这条嘛吼。但是他拍子吹很快，我说那一天呐、受难日那一天，我拍子超快。我们今天不用唱那么快，我们照5、6来唱就好。为什么爱特别去唱这条诗歌？咱有的时做袂到的时，就是爱靠耶稣基督啊！想到耶稣基督已经为咱死过哇，安尼偌尔啊大的恩典，伫咱无法度去安慰的时，想起耶稣基督来纪念，安尼咱就有快乐。圣神就帮助咱有快乐，有足侪人无遐可爱的。嘛有法度，那安尼咧做的时，若是咱去安慰别人，咱一定嘛会得到安慰。咱三脚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你为着阮死，你搁我，你的性命活泼伫阮的内面，主，阮愿意将安尼的性命活出来，主，阮愿意用这个性命来成做阮身躯边的人的祝福。主，亲像阮过去伫后埔教会所感受到的圣徒对阮的照顾、安慰、扶持同款，阮嘛会当去扶持别人，会当去安慰别人。主，特别嘛求你来祝福巴长老一家伙人，主。伊即马当要搬转去伊的故乡，盼望你充充满满甲伊伫地，祝福伊。主嘛感谢你引带伊来到这个所在，伫过去几啊十冬来，伫阮内面，甲阮三角敬拜，三角扶持，安慰阮。主，这拢是你透过圣神，透过伊来对阮的祝福。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